其实呢，我会发现呢，从我们之前这一直过来的，我们现在真的是看到香港已经拿到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机遇。因为这个一国两制，再配合我们香港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，这两个加起来的话，我感觉不管是金融，不管是现在的新材料，不管是人工智能机器人，还有就是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会计啊、律所啊等等，其实都会因为我们一国两制和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那个国际创科中心，然后带动起来。不像我们20年前，我们真的是要去国外找机会。我们香港呢，已经是充满无限的机遇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，非常大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规划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对我们香港要充满信心，去参与了，让香港可以变得更好。